通靈陰陽眼咪一樣呢？擁有嘅可能係第三種感知力。有啲人可以聽見神明嘅聲音，呢個係通靈；有啲人亦都可以聽到一啲靈界或者係妖魔界嘅聲音，呢個都仲係通靈。而有啲人能夠睇到靈體，呢個係陰陽眼。而我係神力都具備嘅通靈師，呢個唔係迷信，而係你嘅靈魂喺度呼喚喺度睇到，你仲有另一種感知世界嘅方式。呢三種能力呢，其實唔係比較邊一種最勁，而係呢係幫助你去理解你內在嘅感知能力天賦，幫助你了解你天生嘅第六感係邊一個觸覺。其實唔止呢，我以後都會再分享。你有冇試過感覺過啊？突然間聽到人哋冇講出口嘅情緒，你講唔出口點解，但係你就係知道，或者你夢見一啲事情呢喺你嘅生活裏面發生。如果你有過呢啲經驗，留言話俾我知，我會送俾你一份免費嘅靈性感知力對照指南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追蹤我，等你嘅靈性天賦唔止淨係睇到，更加可以轉化成為你嘅幫助世界嘅方式。